今年度咱嘛是拢感谢我遮个李教授团队的人员，拢真辛苦，因为即届办介济代志，来就是嘉年华会，嘉年华会是一个比例错误啦。本来咱是拜访面顶讲伊个即摆咱来办一下足温馨的，聊互你话好，有诶无诶，足温馨的，毋知愈办愈大。办迄当年我毋捌办过，咱就是青年部，毋知影谈啥结果嘛是咱来办起来，无简单啊！咱用上少的经费，咱10月份咱拢会做烤肉活动，咱利用遐烤肉活动经费，咱来做即个嘉年华会，反而咱开足少钱，毋过咱做足大的广告的效益啦，会当互大家市看到咱平常当年话咱咧做啥，咱毋管咱家己咱咧用呀。所以，咱伫4月迄个嘉年华会是真正真辛苦。毋过，迄过程2-3个月来，文人员甲遐个团队真辛苦，从零到有，包括海报拢是咱文传部用手画，了大家可以上色，大家开始做成海报，拢咱从零到有，真辛苦。即点咱真正大家来鼓励者。是大朋友像叶美金嘛以为贵宾今仔嘛是阮的新春团拜阮甲所有的干部甲阮
各管区的会长、甲阮秘书长，一只业会来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圆满，事业顺利，谢谢。谢谢，干杯！来干杯！干杯！祝新的美丽祝大家新的一年拢会当宏图大展恭喜以上所有的我们的乡亲的子女哈。恭喜来大家做个合照留影。三面海，落山风咧吹落来，田钱水人实在，伊咧乡土屏东好所在。屏东是我们的家，阮的希望拢一家。屏东是咱的岛，是阮心中的日头。屏东啊，屏东，屏东啊高，阮爱屏东是咱的岛。珍珠咧水红包，青粉软咧葱阿头，古早的名叫阿狗，行顺路屏东阮的岛。屏东是我们的家，阮的希望拢一家。